国际新闻来关心，英国的《金融时报》有报讲，中国的国防部长党军即卖因为贪污的问题，正在接受中国的调查。也毋过呢，中国官方并无对外回应，嘛无对外说明。若是真正有影安尼，党军就会是连续第三个互中国掠去调查的国防部长。现年63岁，党军伫中国解放军海军单位任职真久啊。2021年升任海军司令员，2023年底接替因为贪污遭到免职甲调查的李尚福，正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头一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。依照中国党政军的惯例，国防部长同时具备国务委员，也有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身份。不过，党军一直无得到提名建立中央军委会。金融时报指出，这互外界对一开始就对这位海军上将伫党政军界地位是有所质疑。金融时报指出，中国国防部长毋是解放军的权力核心，反倒当时较亲像解放军游走国际间的看板的人物。亲像党军就捌伫2004年6月出席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论坛，并且甲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一个闭门的会谈。我们认为，两军之间正因为有分歧，所以才要多交流。即使道不同，也不能搞对抗。关键是要坚持以和为贵，以稳为重，以信为本，找到两军正确的相处之道。不过，随后美国对6月到10月中间一摆来公布对台湾的军售案，包含 F-16战机的相关装备甲零件，要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。虽讲进前伫辽国举行的东南亚国防部长会议，党军是拒绝甲奥斯汀见面。无到1礼拜了后，就传出党军因为贪污的问题遭到调查。公视新闻，齐嘉玲编译。